有冇發現其實我哋每一日都同自己講嘢呢？你會聽到自己把聲，定係有聲有畫面㗎？你通常會同自己講啲咩嘢呢？自我責備、鼓勵自己、一啲心理預演，定係一啲心理對話呢？有冇關注自己嘅感受啊？研究發現，原來我哋每一日大概都有6000次自我對話，聽落都幾誇張。但更加誇張嘅係1分鐘嘅自我對話，其實相當於一場1個鐘嘅演講。換言之，我哋每一日都係同自己講緊幾百場嘅演講。重點嚟啦，70%嘅自我對話都係負面嘅，只有30%呢係中性嘅，極少數係正向嘅喎。負面對話其實就會引發我哋嘅情緒，放大事情，引起焦慮。正向嘅對話對我哋當然有用啦，能夠克服困難、提升自信，同埋更加之容易成功。咁你呢？你每一日嘅對話係講啲咩嘢㗎？負面啊，定係正向㗎？歡迎同我分享，留言話我知啊。下條片教大家點樣可以正向自我對話。拜拜。